还开启了鉴宝神域，简直是秦始皇摸电门，赢麻了。这人我要了，不过得立个字据，免得你以后再来纠缠。哼，谁稀罕这个丑八怪？我疯了才会纠缠你！赶紧写，赶紧写，老子还要赌钱去呢。真是个没见过女人的屌丝，这种丑八怪还当个宝？没问题了吧？那我走了啊。唉。别怕。饿了，我先给你拿点东西吃。这些都是给我的。那个家里没菜了，你先凑合吃点，一会儿。这姑娘之前应该没少受苦，馒头都吃得这么香。上一世我当了半辈子牛马，如今觉醒鉴宝系统，还白捡了个媳妇儿。这一世我要踏上古玩圈的巅峰。做着青铜剑，化学腐蚀，含铅量超标，价值50元。清末明制粗瓷碗，含铅，价值30元。都说潘家园实摊实假，可这都看了10几个摊位了，别说捡漏了，连个能回本的都没看见。这50块就是我全部家当，要是捡不到漏，就得带着这位1000亿身家的千金喝西北风了。这是物品为皇室原石，年代1万年形成，材质极品田黄豆，估值10万到12万。这可是印石中的皇帝，这么好的印石被拿来当压布的石头，暴殄天物啊！哎，小哥，看上哪件东西了？我给你介绍介绍。这手串怎么卖？哎呦，您这眼力可真不错，这可是宫里流传出来的老物件。您看这包浆，这水头，这行，你就直说多少钱就行了。2000。50吧，我就当买个乐呵，行不？啥？50？连个珠子都买不了？行，不卖拉倒。哎，别走啊！50就50，我就当交个朋友。成交。咋？刚不说好50了吗？你又变卦了？那倒不是，我就是看你这石头不错，拿回去当个景观石挺好。你把这石头搭给我咋样？这不是我从路边捡回来的石头吗？也不值几个钱。哎，行，你可真会过日子，拿走拿走。好嘞。哟，这不是秦风吗？怎么，接手了我的破鞋不够，现在开始捡破烂了？张强，我警告你，清雪不是破鞋，这也不是破烂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日子过得紧，可也别自欺欺人啊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就是块破石头，难道还是什么宝贝不成？这不就一块沥青石吗？路边花园多的是。这小伙子想发财想疯了吧？张强借钱的时候一口一个大哥叫着，借完钱就翻脸不认人，正好给他个教训。可他真要是宝贝呢？哼，还挺嘴硬。这样，这玩意儿要真是个宝贝，我就下跪叫你爹，怎么样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老板，借你个砂轮用用。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宝贝。看好了啊！什么？快看，出屋了！好正的黄，难道是田黄？这色泽就是田黄，而且是极品的田黄冻。这么一大块，少说得有50克，价值10几万啊！这就是你口中的垃圾。秦风这个废物，凭什么他一开就能开出田黄，老子就只能开出破烂？小伙子，这石头我要了，我出8万，8万！多少？8万？你欺负人家不懂行情啊！我出12万，13万！这块田黄我要定了。不行，老子那几万块的赌债还欠着呢，必须把这石头要回来。都给老子滚蛋！这块石头不卖。风爹，您就是我亲爹，要不还是你眼光好。来来来，这石头给兄弟。
我之前不是欠你500块钱吗？我这就给你，等我把石头出手，咱俩一块去喝酒分钱。分钱？这石头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肯定有啊！当初我不是跟你借了500吗？我要是借你600，你不就没钱买这石头了？这不得算我一股？我呸！这都什么人啊？也太不要脸了！我可第一次听说借钱都能分红的。借了我的钱，还笑我捡垃圾，到头来开出好东西就伸手跟我要，这天底下有这种好事吗？嘿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把石头给我，否则你别想走出古玩城！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是替清雪打的，这一巴掌是替我打的。秦风，我弄死你！想分钱，你也配？打得好，看人发财就来抢东西，什么玩意儿？呸！这种人就该打。秦风，你行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小伙子，脾气对我胃口。这块田黄市场价差不多13万，我出15万买了，怎么样？根据系统的估值，15万已经远超预期了。与其待价而沽，不如赶紧出手。好，现在有钱了，清雪终于可以不用啃馒头了。这种旺夫旺财的，可得好好养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首次捡漏成功，获得10点宝气值。宝气值？这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宝气值可以用来升级技能、兑换宝物，乃至钱财寿命。连寿命都能兑换。不过越珍贵的东西，需要的宝气值就越多。看来以后得多去外面捡漏了。秦风哥，这餐厅很贵吧？我吃点馒头就行，不用来这儿的。你身体不好，光吃馒头可不行。托你的福，今天刚赚了点钱，你就不用客气了。你赚钱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要不是你，或许我还觉醒不了系统。更何况100亿被投资回报的大家千金，怎么说也不能饿着。这你就别管了，先点菜吧。好。不管花多少钱，明代的黄花梨笔筒一定要拿下，那可是燕京苏家流出来的传家宝，哪怕是个念想。燕京苏家，苏清雪所在的家族。开启神眼。人物赵怀川，身份省鉴宝协会副会长，状态肺部粉尘沉积，寿命3个月。省鉴宝协会副会长，怪不得和苏家认识。清雪是苏家千金，沦落至此肯定有什么内幕。我现在根基未稳，贸然调查并非明智之举。吃啊，这些都是给我的。当然。来，吃。多吃点，等以后白白胖胖回了苏家，我也算没白养。赵老，你怎么了？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呀！不是还有3个月吗？怎么突然不行了？人物赵怀川，当前状态肺气肿破裂导致急性窒息，剩余时间1分58秒。救治方案需消耗5点宝气值，开启鬼门13针。一下就要用掉5点吗？值吗？这老头是目前唯一接触到苏家的机会，上千亿的资产和股权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，得先帮清雪把路铺好。系统兑换鬼门13针。让开，我帮他看看。你谁啊？上来就给赵老看病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你再这么掐下去，他老人家早就完了。你难道懂医术？略懂一些吧。有针吗？针灸用的毫针。毫针？谁随身带着那玩意儿？刘经理，你们这儿有针灸用的毫针吗？这小子穿的破衣烂衫就敢出来行医，赵老先生可是古玩界的泰斗，万一让他瞎治死在餐厅，我工作可就没了。这是餐厅，哪来的针灸针？王柱，赵老先生去过那么多国际有名的医院都没治好，他若真有妙手回春的本事，怎么可能混成这样？我混成什么样和你有关系吗？看老爷子的样子，应该撑不到救护车来了。你们愿意信我，我就试试；不信那就算了。我信你，可餐厅里又没有针。看他的脉象，好像还有糖尿病。老爷子有糖尿病吧？
你怎么知道？当然是号脉号出来的了。测血糖的针也能凑合用，先拿来吧。好，我这就去拿。动了！动了！这才哪儿到哪儿。最后一针了，是死是活就看这一下了。我看电视剧上都说有种失传的针法，叫做鬼门13针，最后一针下去，死人都能医活。什么鬼门13针？电视剧里的你也信？王柱，这么半天老爷子都没醒，还是赶紧送医院吧，万一耽误了时间。你给我闭嘴！送医院也得等救护车来了。没想到这套针法还挺费心神。神医，赵老先生怎么还没反应？哼，我看他就是认出了赵先生，故意在这里卖弄。你刚才不是说最后一针下去就能好吗？现在呢？赵老，你怎么了？好啊，我看你就是个骗子。老爷子本来还好，让你扎了几针，却吐了这么多血。来人啊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！还给我愣着干什么？赵老如果今天出了事，我就让他赔葬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好歹也算老爷子的救命恩人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救命恩人？就你都把人治死了，还在这嘴硬。你们睁开眼好好瞧瞧，我到底是治死了还是医活了？赵老，你醒了！赵老，你醒了！我刚才又犯病了，多亏了这位神医，若不是他出手相救，还不赶紧把人放开！老人家，先别急着动，先休息10分钟，等救护车来了再去挂个呼吸科，查查心脏彩泡。小兄弟，大恩不言谢。这次出门急，没带什么东西，这是我的名片和这家店的至尊卡，里面有10万块钱，就当是这次的报酬了。也算没白忙活一趟，搭上赵老这条线，以后帮清雪回归家族，或许能更容易些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我们走吧。好。怎么会这么像？赵老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刚才那姑娘，很像我认识的一个苏家人。秦大哥，谢谢你请我吃饭。没事儿，这都小意思。不过，刚才你到底是怎么治好的？你真会治病。之前家里传下来的土方子罢了。那赵老爷子一看就是个大人物，这种有钱人都治不好的病，怎么可能用土方子治好？不过，秦大哥对我还蛮好的。发什么愣呢？没，我去帮你洗衣服了。家里还是有个女人好啊。晴雪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把手拿开，让我看看。真没什么。听话。毒素已入侵神经20年，随着发作频率增加，蛊虫将深入骨髓，导致死亡。治疗需100点保气值。这不是太极，而是别人在20年前下的蛊。苏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要对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下手？秦大哥，我这老毛病了，忍忍就过去。忍什么忍？身体转过去，我帮你缓解一下。好吧。
蛊虫通过神经入侵，暂时只能封住穴位缓解。秦大哥，好像真不疼了。你的脸多久发作一次？以前1个月一次，最近3、4天一次。目前看来，此毒只有系统能解，但我目前只有5点宝气值，得赶紧去捡漏了。你今晚自己休息，我再去一趟古玩场。好吧。黄毛哥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啊！秦风那小子不仅用我的钱捡了漏，还打了我一顿。哎呦哎呦，我这脸现在还疼呢。放心，谁不知道这潘家园是我罩着的？他只要出现，老子必要他有去无回。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大哥，大哥，秦风来了，刚进胡同口。好，兄弟们，好家伙！都是些赝品，即便有真的，也赚不到什么大钱。黄毛哥，就是他抢我运势，你今天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小子，就是你动我兄弟了？你是谁？和你有关系吗？来潘家园捡漏，既然连我疯狗黄毛都不知道，兄弟们，给我卸他2条腿！是。就这么短，还想对付我？我的鬼门13针能看清人体所有的穴位，救人便用针，至于杀人，就用纸。怎么会？屈指！老子混了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这么邪门的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家功夫，古武高人？现在轮到你们了。你愣着干嘛？上去弄他呀！我弄个屁！哥，你打我干嘛？哥，你打我干嘛？打你，老子还要废了你！瞎了你的狗眼！连秦爷这种大佛都敢冒犯，你想死别带着老子！这黄毛还挺能屈能伸。我站着！行了，跟一个狗腿子较什么劲儿？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是来潘家园捡漏的，要不我带你去转转，哪个摊子卖真货，我门儿清。这里的货我都看过，都是些碎银子。不过我听说这附近还有个黑市。秦爷，你有所不知，黑市确实宝贝多，不过那里的东西不问来源，不管退换，只要出了门就概不负责。怎么？你觉得我是买到假货就1哭2闹3上吊的人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爹，S 级宝物金中期撒蓝釉笔洗，价值16000到18000，摊主底价800。你去把那个笔洗买下来，砍价能砍到800，再去那边的聚宝斋卖了，差不多能到手1、2万吧，就当给你的带路费了。真的？你不买我可买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秦爷，你可真是神了！掌柜的一看就给了我16000，你可是我亲爷爷呀！那还不赶紧带路？好嘞。表爷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张强，你不跟黄毛混的吗？被人揍了，跑来让我做主？表爷，您有所不知，我朋友在潘家园开出块田黄，托我找下线卖出去，结果黄毛知道了，不仅把田黄抢了过去，还揍了我一顿。田黄，
之前在潘家园当场卖了15万的那块。是啊，你也听说了，现在黄毛跟捡了宝似的，正领着那人在潘家园逛，说要买件大货呢。天皇这种玉石可不是普通玩手能看出来的，这人肯定有点本事。都是在城西混的，我早就看黄毛不顺眼了。今天我就帮你把场子找回来。谢谢彪爷，谢谢彪爷。秦风，别以为找了黄毛当靠山，老子就奈何不了你了。之前你吃下去的，今天我就让你全部吐出来。这个张强怎么阴魂不散的？这个狗杂碎，转头就跟了丧彪了。丧彪很有名吗？他是城西的混混头子，经常在这潘家园欺男霸女，遇到好货就强买强卖，贪得无厌的东西。看来硬的不行，要跟我抢东西了。贪得无厌，只要是贪，那就好办了。秦爷，您的意思是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老板，这碗怎么卖？是你之前在这儿买了块田黄那个？不行，这小子眼毒得很，绝对不能轻易卖他。去，不卖，我都要收摊了。哎，别啊，这碗是乾隆粉彩，开门的老物件，您开个价，我绝不二价。想买也行，3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那就慢着。这碗我彪爷看上了。姓秦的，白天让你钻了个空子，晚上还想捡漏？彪爷，你看他这眼神儿，肯定是压箱底的宝贝。小子，这地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这碗归我了。哟呵，这不是之前买了块田黄那小伙子吗？晚上又来捡漏了。哈，捡漏能回去就不错，碰上丧彪，这下热闹大了。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，这东西是我先看上的。先来后到，在潘家园，钱就是规矩。给摊主拿4万块钱。好嘞，比钱多是吧？老子出5万。秦爷看上的东西，轮得到你买吗？5万，一个破碗5万，你懂个屁！这小伙子眼毒得很，这要是真的，少说有50万。哼，出8万，10万，20万，老子出25万，一口价30万。完了，秦爷，咱带的钱不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就你们2个也敢跟我斗？30万，立马转账。好嘞。您尾号为1575账户入账30万元。不好意思，这只碗归我了。恭喜彪爷，30万买了只注浆碗。虽然贵了些嘛，但胜在实用，拿回去盛个汤饭还是很方便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彪爷，您别听他胡说，这碗真要是假的，他能喊这么半天价？小子，你唬我是吧？不是唬你，而是教你。以后彪爷买古董，记得先看看底款。底款？微波炉试用。微波炉试用，乾隆爷爷用微波炉热剩饭。30万买个微波炉碗，这也太豪横了！你敢坑老子！30万就买了个这！彪爷，您听我解释，解释个屁！给我往死里打！坑了老子的钱就想跑，以后再让我碰见你，把你大卸8块！
秦爷，咱坑了丧彪一手，还在这里闲逛，万一被他找来，怕了，你可以先回去。我怕他？我这不是担心秦爷吗？这是，竟然是汝窑！汝窑可是5大名窑之首，哪怕是一块残片，都是收藏界可遇不可求的神物。好机会！老板，这瓷片怎么卖？小伙子，第一天来黑市吧？对，怎么了？看你也实在，我也不愿坑你。这东西古老都看过了，肯定是赝品，你就别花这冤枉钱了。古老，刚才离开的那个是西南收藏界的半壁江山古云峰。他看是假的，我看起来倒像是真的。你开个价吧。这小伙子脑子有病吧？古老确认是假的东西，他还买，这不纯送钱吗？看他样子怎么有点眼熟，是之前买了块田黄那个？又一个魔怔的，捡漏一次还不行，这都捡到古老身上了。小兄弟，这残片确实像汝窑，但纹理和做工上差了些。这种高仿的东西就不必花冤枉钱了。是啊，秦爷，古老他老人家可是瓷器的行家，就从没有打眼的时候，咱就别花这冤枉钱了。古老不会打眼假货，但未必不会看漏真货。老板，这瓷片多少钱？给我包起来吧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咋这么不识趣？古老好心提醒，说的跟妨碍你发财似的。正所谓学到老活到老，我倒想请教请教，这瓷片你怎么看出是真的了？古云峰是瓷器大家，向来一掷千金，与其拿回去另找卖家，倒不如直接卖给他。既然古老有求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去买瓶水过来。好，你还装上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讲出个什么花来。这里光线昏暗，打的还是红豆光，自然不好看出来底色。若能将瓷片上的污垢清理干净，古老或许就不会错过这个漏了。冲一冲就能看出来，吹什么牛呢？光线暗都来了，古老跟着考古队下过多少古墓，那么暗的光线都能辨别真假，还轮得到你上课？各位看好了，这枚瓷片可是正经的汝窑瓷。这是汝窑瓷特有的雨过天青色，我竟然看走眼了！汝窑瓷，真的假的？古老都没看出的东西，让他看出来了。小兄弟，刚才是我眼拙，没看清这宝贝。老头子有个不情之请。古老，请说。这东西能够割爱，我出200万。200万？不是吧？汝窑瓷虽然珍贵，但完整的才能卖出大价钱。一块碎瓷怎么说也买不了200万吧？这只是一块残片而已，您出200万，这溢价有些多了吧？不多不多，实不相瞒，10年前我曾在国外花8000万买下一只天青釉的葵花笔洗，只可惜有个缺口，而你这块刚好符合天青釉的特征，形状也与缺口吻合。我不是花200万买这块瓷片，而是一份圆满，一份文化的传承。在我眼里，这块瓷片值得这个价。没想到古老还有这份家国情怀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成人之美了。好，抓紧时间转账。是。恭喜宿主完成 S 级捡漏，国宝合璧，宝器值加40。一下给这么多，难道是这枚残片帮古老完善了国宝？入账200万元。小兄弟，钱已经转过去了，多谢古老了，我该谢谢你才对。对了，小兄弟眼力通神，并非池中之物。明日我在云顶山庄有个私人鉴赏会，不知可否赏光？私人鉴赏会？潘家园毕竟是民间的古玩城，恐怕没几次路可见。多接触古玩界的大佬，或许有更多机会。更何况清雪是燕京古玩界的大家族，或许能查到什么消息。到时候我一定去。到时候你凭借此物便可入场。好。这还是之前那个出租屋吗？还没睡？对不起，我没乱扔东西，我只是把垃圾清理了下，别打我。清雪在张强那个畜生身边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收拾个屋子就怕被打？别怕，比我收拾的干净多了。现在总算像个人住的地方了。你没生气？你帮我收拾屋子，我生什么气？特意给你买的，起来吃吧。好。看得见吗？很丑的，我怕吓到秦大哥。
不丑，你只是得了种病而已。相信我，不出1个月，我就能给你治好，比大明星还漂亮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好，我相信你。你这衣服也该换了，明天跟我出门，带你买几件衣服。不用的，我这衣服洗洗还能穿。乖，听话。好，听秦大哥的。秦大哥，我这身好看吗？不错，你再去挑几件，一会儿我一起买单。今晚我去的可是古老的私人鉴定会，到场的可都是大人物。之前我看到条裙子，穿过去一定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你好，之前我看的那条3万块的裙子还在吗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刚才已经卖出去了。卖出去了？整个川都除了我，谁还能买那么贵的裙子？就是那位先生，秦风。李婉儿，上学的时候你可是个穷光蛋，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裙子了？给谁买的？和你有关系吗？秦风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还喜欢婉儿，当初可没少给她送奶茶，估计是知道婉儿看上这条裙子，想偷偷给她个惊喜吧。提前说好啊，裙子我收下，但我还得考验考验你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你是不是太自作多情了？我说过是给你买的吗？不是给我买，是给谁买的？整个川都，谁还配穿那条裙子？秦大哥，这是……你是给他买的？我们走吧。等一下，这么名贵的裙子，他配穿。今晚我有个重要的私人晚会参加，这条裙子我买了，你开个价吧。你参加晚会和我有关系吗？不卖。秦风，别装了，你要真有钱，至于找这么个丑八怪吗？这条裙子我是真喜欢，你要是愿意让给我，我可以多给你加点钱。若是不愿，我林家在川都什么势力，你也是知道的。这人还没完了，一个即将破产的林氏千金，还敢和我提什么事？就算我这条裙子想给你，你也得买得起才行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珠宝和包包，要么是地摊上买的假货，要么是租赁。真货，你买得起吗？怎么看出来的？根据我得到的消息，林氏集团的资金链断裂，让你一个千金大小姐去参加什么晚会，恐怕是想让你出卖色相，去拉投资的吧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婉儿，你们家真出事了？他就是在胡说。秦风，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！我说的是真是假，一问便知。这家店是卖奢侈品的，要不我们一起去问问，你这包包和首饰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懒得跟你计较。一个假千金还敢跟我要裙子？手怎么这么凉？这种地方我没来过。别怕，这又不是阎罗殿，他们也不是个洪水猛兽，不吃人的。秦少吧，古老爷在会见几位贵客，鉴赏会稍后开始，还请您不要拘束，随便坐。好。苏少，那投资林氏集团的事儿，只要你今晚把我伺候好了，没问题。他们怎么来了？好不容易勾搭上苏少，万一他们把我穿假货的事情说出去，林氏集团的投资说不定就泡汤了。怎么了？看见我一个高中同学了，这么尊贵的场合，没想到他也能来，还带了个丑八怪，扫兴死。这种场合就是容易让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进来，你若不想看见他们，我帮你赶走就是了。那就谢谢苏少了。清雪，怎么了？没，就是有点恶心。警告：检测到 S 级母骨靠近，判定为高危生物，
请宿主小心。 S 级母骨，难道和清雪体内的子母有关？苏家三少爷，噬心母，难道给清雪下毒的人就是他？真是晦气，这么高档次的晚会，也是你个乡巴佬能来的？你能来这儿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朋友说话别太冲，古老的私人鉴赏会邀请的可都是各地的古玩世家、大收藏家。不过偶尔也会有些臭虫想借古老的名号溜进来结交权贵，婉儿也是不想因为1、2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川都的古玩大家，我苏文斌都认识，唯独你我没见过。请问，古老邀请你来了吗？这年轻人确实看得眼生，是古老邀请来的吗？古老日理万机，听说最近在修复一只价值连城的汝窑笔箫，晚会上有些差错，倒也能理解。听婉儿说，你就是个身无分文的乡巴佬，也不知你从哪儿偷偷溜进来的。识相的话就赶紧滚，别逼我叫保安。你们不认识我就让我滚，那我也不认识你们，岂不是你们都可以滚？放肆！我们可都是古老亲自邀请的贵客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们相提并论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保安，赶紧来查一下这人的邀请函，若是没有的话，赶紧扔出去。先生，请出示一下你的邀请函，否则就请出去。我没有邀请函，哈哈哈，没有邀请函你也敢擅闯古老的鉴赏会，还不动手？等下，邀请函我是没有，不过我有这个，竟然是藏古令，他怎么会有这东西？古老的藏古令目前只出现过3枚，且都是对古家有大恩之人才能被赠予的。据说见此古令，如见古老，他怎么会有这东西？不对，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谁说是假的了？谁说是假的了？苏三少，虽说你是苏家在西南地区的代言人，但这手未必伸得太长了。我亲自请来的贵客，岂是你说赶就赶的？他和我是高中同学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怎么会是古老您的贵客？就在昨日，我曾前往潘家园寻找汝窑碎片，不慎走了眼，还是这位小兄弟瞧了出来。这般眼力，你说是不是贵客？古老修缮的天青釉笔系是他帮忙找到碎瓷的。古老可是川都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，他都看不出来的东西，这小伙能看出来？不好意思，刚才怠慢了。鉴赏会一会儿开始，先入座吧。好，苏三少，古玩圈讲究的是眼力，而不是论资排辈，这一点你可要向这位小兄弟多学习学习啊。是。老子堂堂苏家三少，轮得着向他学习？一片汝瓷碎片才值多少钱？正好老子刚从国外低价收了尊佛头，今天就好好让你们开开眼。欢迎各位来宾参加古老的鉴赏会。本会的宗旨是通过分享各自收藏的历史瑰宝，互相交流学习。稍后各位来宾可踊跃展示，大家共同学习。今日鉴赏会，文斌特意从国外带回一件5000万的重宝，一来是给诸位助兴，二来也是想让这件国宝落叶归根。若大家不介意，那我就先来展示了。5000万的重宝是什么东西啊？
是盛唐气象，典型的唐宫廷造风格。这秀色是从里而外生出来的，做旧都做不出来。再看这张圆润饱满，线条有力，是打开门的唐代重器啊！不是吧？这都不是做旧的问题了，完全是现代的工艺品，这些人都看不出来。燕京古玩世家，即便是看出来了，也不会在这种公共场合揭穿。刚才古老说秦先生眼力非凡，想必此物一拿出来，便看透这尊佛头的前世今生。不如当着大家伙的面点评一二，我们也算长长见识。这是想把场子找回来啊！当面说这佛头是假货，就相当于在打所有人的脸；若说是真的，就是在给他脸上贴金。怎么？难道是在这国际面前不敢说实话了？还是说你只会看些地摊货？好啊，让我说我就说说。借我用用。你想干什么？这种工业垃圾，看一眼我都嫌脏，还敢让我点评？垃圾？你疯了吧？我们都看过了，确确实实是真品，你何出如此狂言？秦风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不能侮辱国宝。今天你若拿不出证据，休想走出这个门。证据，这就是证据。你疯了！来人啊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！慢着，古老，我敬您是前辈，可这小子砸了我5000万的国器，你还执意要护着他？你们年轻人之间的事儿我不管，我只管这东西真假。真假？这么多人都亲眼看过了，都说是真，难道还能有假不成？鉴宝一事不是人云亦云，是真是假，还是让秦小友自己说吧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说出什么个花来。既然苏少请教，那我就简单说说，你所谓的唐代重宝，本应是铜铸而成。大家仔细瞧瞧，为何这里面全都是树脂？这怎么可能？填充树脂也就算了，关键卖家贴心加了个 NFC 防伪标识。这5000万的国器，难道是苏少从拼夕夕上买的？苏少爷，老朽年纪大了，看不懂这等高科技。你今天的鉴赏会就到此为止吧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各位来宾，稍安勿躁，刚才只是个插曲，鉴赏会继续。恭喜宿主本 CS 级位移做绝，宝器值加60，获得技能书《苗疆蛊毒初解》，请问是否立刻学习？点破赝品还有这种奖励？苗疆蛊毒初解，或许能帮清雪彻底摆脱蛊虫的困扰了。秦小友，欢迎你这次能来我的鉴赏会。古老客气，今天看到那么多国宝，也算是长见识了。你回去之后，这几天还是尽量不要出门了。古老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苏家的那个苏文斌，在西南地区是出了名的喜怒无常，睚眦必报。你今天得罪了他，日后免不了一些麻烦。古玩圈子是非多，我若是怕麻烦，就不会进这个圈子了。倒也是，老朽这么多年，很少碰到你这种有眼力的年轻人了。以后若有什么麻烦，尽管找我就是了。好。警告：检测母蛊宿主处于极度狂躁状态，血脉共振开启，若不干预，30分钟内子骨将破灭而出，造成永久性毁容和脑损伤。苏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清雪脸上的胎记是某种蛊毒导致的，现在蛊虫发作，必须立马医治。蛊毒？老朽这儿没人会治蛊毒啊！我略懂一些医术，古老，还请你给我安排一个房间，要绝对安静。好，我这就让人去安排。痛，好痛！必须得尽快治疗了。系统兑换治疗。丁，消耗100点宝器值，拔毒程序启动。开始。古老，这位小姐
真是中了蛊毒。怎么了？听闻苗疆蛊毒毒得很，除非是尸毒的蛊尸，否则难以医治。咱们帮那小子已经够多了，若是再因此染上些不干不净的东西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寻找那片乳瓷碎片多少年你也清楚，若不是秦小友割爱，那尊重宝怎会完璧归赵？无非就是借个地方给他治病而已，又有何不可？可他才刚20出头，精通剑宝也就算了，怎么可能又精通蛊术？我这不也是为咱着想？先等他们出来再说。若实在医治不好，再把他们送去医院。你们在这儿做什么？苏小姐她蛊虫已经被我取出来了，至于脸上毒素形成的胎记，日后再慢慢调理。方便我看看那只蛊虫吗？当然可以。真是苗疆的蛊虫，没想到秦小友竟有这般本事。老朽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古老，咱俩什么关系？放心说就是了。我有一好友得了种怪病，每日吐血不说，浑身还长满脓疮，遍访名医都束手无策。后来遇见位江湖郎中，瞧出是中了苗疆之蛊，却也无药可医。我想请秦小友过去看看，能治最好，不能治也只能算他的命数了。治病可不是我的老本行，鬼门13针和苗疆蛊毒初检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人看病。小友放心，我这朋友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玉石货商，保老方面绝不是问题。玉石货商，这可是古玩界最赚钱的行当之一了。现在我刚入古玩圈，还招惹上苏文斌，多结交些人脉总没坏处。好，那我改天去看看。那就再好不过了。秦大哥，你在哪儿？既然这位小姐醒了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好。秦大哥，我还以为你嫌我发病不要我了，吓死我了。我怎么会不要你呢？放心，以后你再也不用担心发病晕倒了。为什么？你自己看吧。我脸上的胎记淡了。我帮你把体内的蛊虫捉了出来，只要日后安心调理，脸上的胎记会越来越淡，最终消失。真的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秦大哥，谢谢你。苏家在西南地区的势力极大，就连古岛都卖他们几分宝链。若想查清清雪当年被遗弃的真相，必须组建比他们更强大的关系网。人怎么还没来？算了，先到处逛逛，看看有没有漏可捡吧。老板，你们这儿都是这么做生意的？第一天来这儿吧，连这里的规矩都不懂。这有什么规矩？钱少有交代，早上9点到10点，1块原石都不能卖，得等他先挑完才行。这算哪门子规矩？你们这么多摊子，就伺候他一个人？哪来的土包子？整个交易中心都是我钱家的产业，用得着你说3道4？小子，就你这副穷酸样，能买几块原石？岂能跟我们钱少相提并论？钱少一天少说买几百块原石切着玩，一看就是想借着赌石一夜暴富的吧？在我们钱少的资本面前，你算个屁呀！哎，这话说的有些过了，人嘛，谁还没个发财梦了？不过呢，看你这副德行，还是玩玩彩票得了，赌石你玩不起的。你说玩不起就玩不起？哟，还挺硬气。怎么，你想跟我玩玩？一天切上100块原石，典型的走量不走质，眼力高不到哪儿去。好啊，玩就玩。有胆气。这样，10分钟内各挑几块原石，数量不限，谁开出的价值高，谁就赢。怎么样？赌注呢？我这人呢，对钱不感兴趣，就讨厌比我还嚣张的。你若输了，就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，再趴着从这里给我滚出去。你要输了，就把你手上的几个界面给我就行。好，开始吧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给我切了。是。
大手笔啊！一下开这么多，光是那块准标王就是得值个300万了。这种料子开窗就是高兵种，甚至可能开出玻璃种，不赢才怪了。料子我挑好了，底价就有800万，起步就是高兵种。你呢？我看你兜里的钢镚，恐怕连块垫脚石都买不起吧？鉴宝神眼，这几块料子看似风光，实则败絮其中，也就有一块泛着蓝光，能出的料子极为有限。那些不全都是公斤料吗？从矿场下来的飞招，疯了吧？就那堆垃圾，几百块就能买一麻袋，怎么跟几百万一块的料子比啊？这小子干嘛？就他了，老板结账。笑死我了！这石头全是裂，拿去给鱼缸造景都嫌丑。这块石头撑死了800块，想碰死800万的原石，想钱想疯了吧？你这是自知赢不了，打算破罐子破摔了？好，那本少就成全你。谁输谁赢，切了才知道。谁输谁赢，切了才知道。好，那我先来。真是晦气，赶紧滚！不应该啊！钱少挑的可是1等1的原石，开窗都这么大了，怎么里面啥东西都没有？哎，出货了，出货了！竟然是高冰飘花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至少500-600万呢！看见没？这就是实力，你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就你那块破石头，估计也开不出什么好东西，赶紧给我磕头认输。对，磕头认输。800万的货，开出500-600万的东西，也好意思说自己赢了？那咋了？咱俩比的是谁开的货贵，你管我多少钱买的呢？区区600万的玉石，可不一定能赢我。哼，就这破玩意儿，切了也是浪费砂轮片，我就不信你能赢我。各位看好了！这是玻璃种帝王绿！我的天，这种极品的色料，我这辈子只在拍卖行的图录上看见过，无棉无裂无杂质，这料子太好了，少说能值个8000万。8000万？怎么可能？这种极品的料子怎么可能在垃圾堆里？钱少，我的戒面可以给我了吗？这戒面可是我爹传给我的，一个戒指就值3000万了，加起来比那块帝王绿都贵。你从我的厂子开出帝王绿，本该孝敬孝敬老子，轮得着你跟我要东西？这么说，钱少是打算赖账了？赶紧滚蛋！看什么看？老子就赖了，你能怎么着？都给我上，把他的帝王绿给老子抢回来！是，都给我住手！钱少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怎么回事？这小子跟我赌石，开出了一块价值8000万的帝王绿，这种好东西可是在咱厂子出的，怎么能让他带走？他买原石给钱了吗？给了呀，怎么了？放肆！打开门做生意，给了钱就让他带走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我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是。小兄弟，你走吧。想必这位就是万达珠宝的钱总了吧？要走可以，但我还有点东西没拿。什么东西？他手上的戒面。你说什么？刚才你儿子跟我打赌，赌注便是那几个戒面。小子，你开出帝王绿玉石，能活着出去就不错，可不要贪得无厌啊！古老说万达珠宝的董事长光明磊落，从不赖账，我才愿意来这玉石厂玩玩。如今看来，
也不过如此。古老，他老人家昨天给我打过电话，说是请来一位神医替我治病，莫非就是他？古老的名位也是你能提的，吓唬谁呢？爸，赶紧废了他！爸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跪下，给我道歉！爸，我给他道什么歉？少废话，让你道你就道。对不住了，把戒面摘下来，给人家。爸，请问你可是秦风秦先生？是我。既然是古老推荐的人，想必错不了。方才是我这个逆子不懂规矩，这几个戒面，还请你收下。爸，他就是一个穷小子，靠着运气赢了我，你怎么还真给他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古老都奉秦先生为座上宾，怎么可能只靠运气赢你？就凭他，古老可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，他才多大，怎么可能和古老有这么深的交情？既然东西拿到了，我就告辞了。秦先生留步，古老不是请您过来帮我看病的吗？这，你儿子之前还要抢我东西，转头就让我看病。我的医术还没这么不值钱。都怪你给我捣乱！等老子死了，你拿什么跟那个苏文斌斗？苏文斌，秦先生，你没走？你刚才说的苏文斌，和你们什么关系？自从我得了这种怪病，万达珠宝的生意就大不如从前。苏家的苏文斌也在不断蚕食玉石市场，若让他们接手，苏家恐怕就在西南地区只手遮天了。没想到还有苏文斌的事儿。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帮他看看，倒也无妨。找个安静点的地方，我帮你看看。秦先生答应帮我看病了。走吧。好，好，这边请。老爸的病找过几十个全球的专家都没看好，这小子能行吗？你的病不在身上。不在身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爸，你就别听他胡说了，病哪有不在自己身上的？难道还在别人身上？你给我闭嘴！按理来说，此人气色虚浮，身体本该有大问题才对，可为何一点问题都看不出来？这东西有古怪。好狠的手段！秦先生看出什么来了？你的病不在自身，而是这核桃里面被人伤了绝户煞。绝书煞是什么东西？一种极为恶毒的蛊毒，3年之内不仅会暴毙而亡，就连血亲也会受到影响，最终吐血而死。秦风，你少在这妖言惑众！这可是苏文斌、苏三少亲自挑选的上等狮子头，专门送给我爸的，怎么可能有绝书煞？你说什么？这是苏文斌让你送给我的？对啊。他说在西南地区，您才是玉石界的老大。他们苏家来西南地区，理该拜拜码头什么的。逆子！老子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？苏家和我们本就是竞争对手，你敢收苏家的东西，还送给我？人家不也是一片好心吗？这人可是蠢的可以。秦先生，这绝无煞有解吗？有倒是有，不过报仇不是问题。这倒不是报仇的事，而是医治过程可能有点吓人。吓人？吓人？绝户煞与你的气血相连，想要断绝，便需以针灸刺入百会穴，清除煞气。针灸就行了，哪有什么吓人的？秦先生，尽管大胆医治。好，系统
兑换太乙镇煞针。这么长，若钱总不愿，也不必强求。邢先生，是真吧？爸，这么长的针刺进去，你还能活吗？既然是古老推荐的人，想必早已医术通天。况且煞毒已与我气血相连，只能试一试了。爸，秦风，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让你走不出这个门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好多了。煞气已经被逼出体外，自然好多了。还真好了，秦先生，您真是神医呀！这就治好了。煞气虽然消除，但钱总还需静养一段时间。好，我一定好好养着。这次可多亏了秦先生了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去取1亿过来，就当是给秦先生的诊费了。好。秦先生，普通银行卡额度有限，短时间内凑不齐1个亿现金。这是顶级银行至尊黑卡，里面是您的诊费。那我就收下了。检测到宿主财富突破1亿，达成隐藏成就第1桶金。新功能解锁宝器回收商城，宿主可用现金兑换宝器值购买商城中的物品，比例为10000比1。商城。凭借我现在的眼力，金钱只是一个数字了，换成宝器值来增加自身底蕴才是最重要的。系统，打开商城。洗髓丹都有，这丹药的效果这么强，得赶紧回去试试。800万买这么一颗丹药，值了。药力为何如此凶猛？这哪是洗髓，分明是凌迟！成了！这力量至少翻了6倍。可惜商场每天刷新，且有购买限制，不然也给清雪弄2颗。现在卡上还有9000多万，这破地方也该换了。你说什么？千万发的绝户煞解了！他那对人骨核桃可是我找大师亲自做的局，老子布局3年，你现在告诉我解了？根据眼线汇报，绝头煞解开的那天，秦风去过钱家的玉石厂。你说谁？秦风？你说谁？秦风？他不是古玩圈的吗？什么时候会医治蛊毒了？此人我查过，他曾帮赵怀川医治过多年完璧，如今又救了钱万达，关键还和古老是忘年交。此人日后恐怕会成为一桩隐患啊！隐患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苏文斌记得？是我，苏文斌，帮我除个人。谁？秦风。报仇。苏家在西南古玩市场的一成干股。敢坏老子的绝缘煞，老子要让你生不如死！苏少，这1成的干股，每年分成就得10几个亿，用这么多利益去杀个秦风，值吗？哼，你懂什么？秦风被古老封为座上宾，还救了钱万达的命，若能将其除掉，自可以做到敲山震虎的效果。到时候整个西南古玩界，谁还敢跟我苏家斗？秦先生，这就是您预定的7号别墅了，总面积1500平，自带3个车位，装修也是按照您要求的风格专门定制的。不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好，那我把尾款给你转过去。今晚12点。借你人头一用。今晚12点，借你人头一用。借我人头一用？我的仇人不少，但这么猖狂的，
只有一个。苏家家大业大，是该做些准备了。我虽获得超人般的体质，但这别墅四面漏风，得早做些布置。好东西，不过短时间内从哪儿弄这么多古董？喂，古老，我想问问川都最近有没有什么大货流通？不愧是倒董团伙的老巢，就连住处都染上了煞气。代表五行的古董已从古老手里买来4种，只要补上这金属性，清雪才能后顾无忧。福伯，这就是让你吹上天的长眼师傅？三爷说笑了，秦风是古老亲自推荐。毛都没长齐，断奶了吗？三爷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行了，既然来了我这儿，先尝尝这口土特产，守得住，再坐下聊。湿气草制成香烟，这玩意儿若是抽了，可就任由他们摆布了。看来想跟他们交易，必须要拿出本事。接好了。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。这指力和控制力已经不亚于三爷了。三爷倒董倒了几十年，才练就了这非凡的指力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哼，没想到还是个练家子。不过这地界阴气重，女人容易招脏东西。不过既然带来了，也就别闲着，去给各位爷倒杯茶，去晦气。若是伺候好了，小子，这是三爷认你了，还不快谢谢三爷？这妞长得水灵，这小妖，嘿，你敢动手！啊！三爷，救我！她是我的女人，不是伺候你们的丫鬟。再多看一眼，挖了你们的招子。好旺盛的气血，简直像从修罗场中查出的凶兽，怪不得古老对他如此敬重。这小子是个硬茬子。小兄弟，我这小兄弟刚才冒失了些，为表歉意。这些东西只要你说出个道道来，想买什么我就给你打半折，怎么样？哼。这土三爷确实有些手段，都是好东西。不过我要的是五行阵法的核心，这些东西远不足以支撑阵法。这东西不错，我要了。我还真以为他是大师呢，原来是个收破烂的。这不就是挖矿用的工兵铲残片吗？锈成这样都当成宝贝。老夫啊，古老可算看走眼了，这哪是什么大师，分明是个棒槌。拿这破玩意儿，我送你了。白送这么好的东西，土三爷可真是财大气粗啊。这光芒，这色泽，难道是？不错，正是根基。庚金，真是庚金！这可是传说中的材料，据说具备无坚不摧的特征。听说一克就能换一套四合院，这么大块，得值多少钱啊？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竟然白白送给他了。这东西我要了，不过我不白拿你的。你想怎样？给钱？苏文斌不敢在明面上动我，背地里却不一定。
这些地下的人物或许有大用，不是钱，是命。小娃娃，老子倒董多年，连阎王爷都不敢收我的命，用得着你给？巧了，你这条命还真可能死在倒斗上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又泪下三春，是不是一到子夜就剧痛如针扎？你怎么知道？每天早起，喉咙里都带着铁锈味。最近半月，双腿是不是如灌铅般沉重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这些症状乃是尸毒入髓，你若愿意，我可出个方子，照着吃还能活3年，否则什么？不出1个月，你将浑身溃烂而死。小子，你说死就死啊？凭什么信你？三爷，你可别听他的，我看他就是不想给钱。都给我闭嘴！老子自己什么情况，用得着你们说？先生救我！这庚金您拿走，只要能治好我的病，我都听您的。土三爷看起来强势，但在生死面前，还是分得清轻重的。好，拿笔来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啊！快！三少，我已接到消息，秦风去了鬼市。这有什么好汇报的？据我所知，他今天买的古董大多价值不高，但与五行相关。继续说下去。此人精通医术，眼力非凡，我怀疑他曾偷偷修行，搜集五行古董，或许是想摆阵。鬼叔，你可真是老了。即便是又如何？我请的可是灵虚子灵上仙，早在10几年前便已成为青城山第1阵师。任凭秦风有通天手段，今晚也在劫难逃。终于集齐了，系统兑换五行迷踪阵。丁，已将金钱兑换为宝气值，此次消耗1000点宝气值。丁，阵图已发放，是否灌输？是。不愧是1000宝气值的阵法，一旦布置完成，一只苍蝇都别想进来。去！正门及死门有根金作为核心，入此门者如履刀山。金木水火4项已成，只需布置好中宫土位，方可大成。不对，这地气为何是散的？土宫位置极为重要，若在此布置，不仅阵法难成，还会引起反噬。还有15分钟，杀手就要来了，已经没有时间捋顺地气了。秦大哥出了这么多汗，肯定热坏了。走。对不起，秦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看你太热。没事，这么短的时间，阵法已经不可能布置完成了，得先带清雪离开这里。这是。丁，恭喜宿主，您的助手苏清雪误打误撞将5色设计图置于隐龙侯，触发五行迷踪阵异变。丁，异变成功，恭喜宿主布置成 S 级五行绝灭阵，阵法威力提升100%，杀力200%。竟然成了！竟然成了！对不起，秦大哥，我刚才不是故意。不，你做得好，非常好。这就是 S 级的阵法，不愧是 SS 级的气运等级，简直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。这一摔，直接把别墅摔成核武器库了。秦大哥，你刚才是在做法吗？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。不是做法，而是在布置一个高科技防御系统，以后就不怕有坏人进来了。真的？那我刚才真没打扰到您？当然没有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先去睡吧，记住，今天晚上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。
好。不知道苏文斌派来的是怎样的角色？目标确认，屋内一男一女，状态松懈。记住，雇主只要结果，男的打断四肢，女的注射镇定剂带走。头儿，咱抓过军阀，打过正规陆战队，一个倒腾古玩的毛头小子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不许多嘴，准备行动！行动！是。爹，检测到宿主即将遭遇威胁，触发半山原地保卫战任务。任务内容：击败所有入侵者。任务奖励未知。终于来了吗？这么容易就进来，这个秦风也不怎么样啊。起雾了。开启红外热成像。是。目标消失了，快看那边！该死，有埋伏，准备战斗！是。子弹会拐弯，什么情况？没人。到底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幻术？老大，好冷，救我！不对，不只是幻术，快撤！这里有鬼！大晚上私闯民宅，还想走？大晚上私闯民宅，还想走？你就是秦风，是你搞的鬼？你猜？装神弄鬼，老子送你归西！入了我的阵法，还敢动手？怎么可能？这个秦风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的身份，你还不配知道。操！没想到苏文斌竟然只找了这群垃圾过来。是那个留言要杀我的号码。柯哥哥，能让夜校全军覆没，确实有点本事。不过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你这个女娃娃可是润得很啊！秦大哥，不用管我，快跑！给我老实点儿！你这阵法布置的确实不错，对付凡人尚可，但对付本上仙的话，就差点意思。能不知不觉潜入阵法，似乎有些手段。人物王大锤，法号灵虚子，身份私家供奉，青城山弃子，境界内境后期，擅长隐身符传阵法。怪不得能潜入进来，原来用的是隐身符传。他若一直保持隐身，或许拿他还没有办法。可现在，本以为在川都遇上了阵法大师，没想到竟如此不堪一击。也罢，你这女人不错，天生贵骨，是个上好的双修鼎炉。说什么？我说要把你的女人制成本半仙的鼎炉。什么？不好！细碎丹果然强悍。就你这种程度，
也配自称上仙？竟然连我的护体煞气都能轻松击溃，区区凡力哪儿比得上我的术数？阴鬼幻影步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拳脚，怎配与我斗法？秦大哥，快跑！是妖术！目标技能阴鬼幻影步，原理利用光线折射和快速变相，造成视觉残留。弱点下盘虚浮，左膝半月板损伤，评价花里胡哨，攻其下盘即可。咱都是受过教育的人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妖术？瞧我的！放肆！幻影步可是青城山秘传，岂是你能诋毁的？这就完了？难道这不是妖术？不可能，这可是我修行多年的秘术，怎会被他轻易破解？跑得快点就算是秘术了，你这速度也就欺负下视力不好的老年人了。你好，既然幻影步对你无用，那便尝尝我修行一甲子的雷法。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这符钻混合白磷，摩擦生电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这么用的吧？你还会雷法？不是吧？你还真把这街头把戏当成雷法了？什么街头把戏？好，既然你想看真正的术法，那我便……够了，我可没时间帮你变戏法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这种人，杀了我都嫌手脏，我会找人好好伺候你的。给老子精神点！敢来秦神医的地盘闹事儿，就是跟我作对！一会儿都给我往死里弄！是。外面还好好的，里面怎么这么大雾？老钱，带5、6个人来就够了，搞这么大阵仗干嘛？秦神医，你没事就好了。人呢？谁敢来神医家里闹事儿？那儿呢？夜宵小队，那支活跃在东南区域的顶级杀手组织，就连某个小国的军阀都被他们抹了脖子。秦神医，这些人是你出手解决的？几个毛贼而已，没传闻中那么玄乎。这种强度枪支，想弯曲成这样，至少需要2吨的握力。秦神医，你这枪质量不行，应该是金属疲劳了。可再疲劳也不会被捏成这样啊！瞎打听什么？秦神医还能骗我们不成？赶紧把麻袋拿来，把人装好送水泥厂。是。幸亏秦当初没执意要秦神医手里那块玉，否则有钱万达处理，这几个有的受了。也不知道刚才的任务能给什么奖励。系统，提交任务。丁，提交成功，恭喜宿主完成半山原底保卫战，完成度为 SSS 级，奖励正在抽取中。竟然是苗疆蛊毒的进阶盘。当初苏文斌还清血蛊毒爆发，说能在蛊毒造诣上更进一步，甚至能通过子虫控制母虫。你说什么？夜宵小队全灭，就连灵虚子也失踪了。不可能，即便秦风有通天的本事，也绝不可能在他们手底下活命。当初我就觉得秦风没那么简单，他虽出身草莽，却……够了！杀他一次不行，就第2次。三少爷，老爷之前来电话了，说苏家在西南区域的布局是该推进了。什么意思？此时在秦风身上浪费时间，显然是不理智的。放肆！老子用得着你这个下人来教我？赶紧给我滚蛋！这是蛊毒发作。刚对秦风出手，三少爷体内的蛊毒就发作了，这也未免太巧合了。杀了秦风，杀了秦风！大管家，三少输了，这次恐怕不是普通的江湖恩怨，秦风
也有画龙之效。知道了，3天后的拍卖会，二小姐会亲自过去。二小姐，那位手段比3少狠辣100倍的女诸葛。这川都的天要变了。秦大哥，我这张脸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我已学得苗疆蛊毒全解，应该能将蛊毒完全清除才对。对不起啊，秦大哥，我是怕在外面给你丢人。谁说你给我丢人了？先回去休息会儿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好。若不是清雪，昨晚的阵法早就失败了，得想办法帮他治好。天一神荣膏去除皮肤毒素，800宝气值，该药方需搭配天山雪莲。这药方不错，但天山雪莲世间少有，去哪儿找呢？赵老，你怎么来了？赵会长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找我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之前多亏秦公子出手相救，此番前来是表示感谢的。这里有些贵重了吧？还是瞒不过秦公子。实不相瞒，老夫还有事所求。燕京苏家二小姐送来一尊气血观音，要我们协会出具珍品证书，当做3天后西郊拍卖会的压轴藏品。苏家二小姐号称女诸葛的苏玲珑，真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。然后呢？东西是假的？是真的，但邪门的很。接近5步者，轻则头晕目眩、胸愤气短，重则咳血不止。鉴定古董我在行，玄学的东西，赵会长还是另请其人吧。昨晚大败灵虚子的事儿，早已在川都传开了。您在玄学造诣，我还是信得过的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我还想藏一手。实不相瞒，3日后的拍卖会，我们十分重视，其中是有一株100年难遇的天山雪莲。清雪运气确实逆天，若能拍下这株雪莲，她的脸或许就能康复了。天山雪莲生性娇贵，万一被气血观音影响，川都古玩圈的招牌可就砸了。既然赵会长亲自相邀，那我便去看一看。不过入场的事情就麻烦赵会长安排下了。你同意了？入场的事情好说，好说。这就是那尊观音像了。此物做工精美，却十分邪性。一会儿鉴定时，还请秦公子小心。好。秦大哥，别过去！你怎么了？那里面有死老鼠的味道，而且那尊观音流出来的却是毒水。这儿有什么臭味？而且这尊观音也并未流出任何液体。秦大哥，相信我。清雪奉命加身，对世间的邪煞污秽有天然预警。难道此物不仅是假货，更是大凶之物？放心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慢着！燕京马三眼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苏家二小姐从海外运回一尊国宝，要参加川都拍卖会，我过来长长眼。赵会长不介意吧？请便。这是谁呀？人称三眼定乾坤的马三眼，在燕京古玩圈辈分极高，就连苏家都奉为座上宾。苏家这是找了个托来。若是被他鉴定为真品，这鉴定书恐怕不得不出了。这做工，这料子，不愧是二小姐找来的。这种级别的国宝，在川都拍卖是你们的荣幸。可这都运来3天了，怎么还没出鉴定书？这种发臭的凶物，怎么会是国宝？放肆！哪来的野丫头，竟敢污蔑国宝！给我把这乱嚼舌根的丫头嘴巴长烂！马大师，这肯定是个误会。
我看谁敢！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敢跟我叫板？一眼假的东西都看不出来，还好意思称自己三眼定乾坤？马大师，你这3只眼该不会分叉了吧？好，我还就要请教了，气血观音到底假在哪儿？今天你要说不出个1、2、3来，你和你的女人就等着在川都除名吧。可这东西确实是凶物呢。你才多大，岂能与我比眼力？若这是假的，条件你随便提。好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好狠的手段，这已不是假货的问题了。拍卖会至少持续2、3个小时，距离这辐射根这么久，西南协会的人恐怕都得死。怎么说话呀？该不会是找不到瑕疵吧？这东西何止是瑕疵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叫电死辐射干扰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血玉，而是一块裹着尸油的核废料。什么？核废料？放你的屁！这可是苏家亲自从海外回购的国宝，怎么会是核废料？看好了。断了！什么味道？是尸油！这味道我之前闻过一次。若只是尸油，还熔断不了银针。很明显，尸油下面还有东西。还愣着干嘛？快跑！苏家送来这东西是想害死整个西南协会，得好好整治他一番。清雪，你先出去，我还有点事要办。你疯了！这里面可是核废物，你不赶紧出去，堵在这儿干嘛？这点辐射对易经伐素后的我效果还是有限的。反正我贱命一条，马大师陪我一起，这辈子值了。再被他拖下去，恐怕就交代在这儿了。爷，祖宗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求你把我放出去吧！放你出去也可以，可我有什么好处呢？爷，您看这东西换我一条命行不行？不愧是燕京的大收藏家，有点东西。这东西我收下了，但堂堂马大师的命，一枚天珠还不够吧？你还想要什么？不要什么，只是想跟你打听些事情。快走！秦神医，你也在这儿？苏家不是送来见气血观音吗？马大师特邀我们过来鉴定，怎么先走了？唉，别说了，刚才老夫走得慢些，恐怕就见不到诸位了。难道苏家又作妖，往那气血观音里塞了蛊虫？何止是蛊虫，那观音里面埋了核废料。你说什么？核废料？那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跑啊！大家不必慌张，那东西只要不近距离接触，问题不大。而且我问清楚了，这尊观音是苏玲珑故意送来的。自从苏家入驻川都，吞了我们多少产业，如今还想置我们于死地？会长，拿个主意吧！真让苏家这么闹下去，大家全得玩完。今天我算看明白了，
苏家贼心不死，那我们便跟他们撕破脸。不过我这把老骨头不中用了，担当不起这个扛旗之人。秦风小友眼力通神，还精通医术，若让他来接手协会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自从上任会长离世后，西南协会就再未选过会长。我提议聘请钱锋先生为我们的荣誉会长，带我们与苏家开战，如何？他这么小年纪，能担如此大任吗？我也赞同。秦神医的鉴宝能力和医术，我都见识过，绝对能胜任这个职务。这几个老狐狸真是精明，扛旗之人固然尊贵，可一旦与苏家撕破脸，也会是头一个报复对象。不过以我现在和死家的关系，早已不死不休，不如借助他们的力量为我造势。既然赵会长都发话了，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秦小友，你意下如何？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不过，既然要与苏家开战，没有枪炮可不成。秦小友什么意思？苏家在拍卖会上设局，我们非但不能避，反而要展示我们的实力。至于怎么展示嘛，会长放心，协会公账上有3个亿，本来想拿来分红，现在全拿出来，给你当做专项资金。3个亿怎么够？我个人再出5000万，我出1个亿，我出3000万，我出5000万，我也出5000万。这么一会儿功夫，都快10个亿了。有了这10个亿，若那苏家二小姐敢来，我就让她知道什么叫强龙不压地头蛇。算算时间，鉴定书应该已经出来了。二小姐，出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了！马大师那边出事了，那尊摆件的底细被他们看出来了。看出来了，那摆件可是我找了业内顶级造假师精心制作，按理说看不出来才对。二小姐，有个叫川都秦爷的寄了件东西过来，说是一定要让二小姐您亲自查收。川都秦爷，没听说过，打开看看。是。一群蠢货，谁让你们搬进来的？赶紧扔出去！好你个姓秦的，竟敢把这种鬼东西寄回来！这座气血观音，就连马三眼都看不出端倪，这个秦爷不简单啊！看出来又如何？敢和我苏家作对！10分钟，我要这个姓秦的所有资料。是。竟然能团灭夜妖小队，这个秦风有点本事。这是大小姐，跟当年竹木长得一模一样。老东西，你糊涂了！那贱人早就烧成了骨灰，这分明是个假货。可天底下哪有如此相像的两人？不对，那个姓秦的会医术，肯定是找了个相似女人整容成那贱人的样子。秦风肯定是想混进苏家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本来只想教训他们一下，没想到这个秦风竟敢和我抢家产。北姬，我要亲自去趟川都。是。等下，替我邀请川都古玩圈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明晚我要在望江楼摆宴。是。会长，方便说话吗？这会长叫的怎么这么别扭？怎么了？苏玲珑今晚在望江楼摆宴，不仅邀请川都所有收藏家，还点名让你和清雪小姐参加。这么快就来了，看来是收到那件礼物了。知道了，我会出席的。邀请你还可以理解，但点名让苏小姐赴宴，这……实不相瞒，见到苏小姐第一面，
我就想起了一位苏家故人，不知苏小姐可有什么隐藏来历？果然被猜到了吗？清雪的身世现在还不太方便公布，赵老就不用再问了。不太方便？难道清雪真是我那位故人的孩子？苏小姐，老夫就算拼了命，也要让你重新入主苏家，把属于你夺回来。怎么还不来？莫非那个秦风怕了？别怕，过来吃个饭而已。哦，好，来了，坐那儿吧。这苏家二小姐未免也太心机了，刚来川都就想给我个下马威。苏二小姐，这就是你们苏家的待客之道。在座的谁不是身家过亿的老总？你也配和我们坐一起？一个小白脸，一个丑八怪，若不是二小姐开恩，连这个门你们都进不来。坐在门口正好，免得穷酸气飘过来，熏坏二小姐的贵体。秦大哥，我们还是走吧。饭都没吃，走什么走？再等1分钟，自然有人伺候我们落座。秦风，你是不是没睡醒？这是我苏玲珑包下的场子，我不发话，谁敢让你们落座？一群老东西，倒挺准时。不过这些人在川都古玩圈都有些分量，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。赵会长、古老、钱总，各位前辈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会长，苏小姐，我们来晚了。会长，他这个穷小子怎么成会长了？秦风眼力超凡，医术通神，他不来当这个会长，谁来当？秦会长光明磊落，比起某个只会在背地里耍阴招的，自然好得多。既然是川都古玩协会的会长，自然可以落座。秦会长，请吧。这都能忍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场鸿门宴能有什么花样。苏小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有件事情我想向你请教。请说。你之前派人送来参加拍卖会的东西，我看了有大问题。哦，那种凶物接触多了可是会要人命的，送这种东西过来，是想灭了西南古玩圈吗？瞧你说的，苏家好歹是燕京大族，至于背地里耍手段吗？我这不也是被人骗了？我敬大家一杯酒，全当是给诸位赔不是了。苏家好大的威风，敬个酒这事儿就算了，不然呢？难道诸位想与苏家开战？苏二小姐，你费尽心机组织这场饭局，为的什么我很清楚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苏家家大业大，想吞并西南市场，绝非一朝一夕。这个道理，想必你我都清楚。可你们的手段未必着急了些。没猜错的话，3天后的拍卖会上有苏家想要的东西吧？二小姐亲口说过，川都的这场拍卖会对苏家极为重要。送来这凶物，怕是想提前清除竞争对手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场鸿门宴我就不吃了，咱们拍卖会上见真章。好啊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通知家里，将手里的那批料子尽快出手，帮我凑齐50亿。这是拍卖会的邀请函，你和苏小姐一人1张。好。秦会长，苏家真看上了拍卖会上的东西？看苏玲珑的反应，应该是了。苏家家大业大，若是真铁了心拍个藏品，我们恐怕是争不过呀。秦爷，我那边刚收到风声，苏二小姐疯了，正大规模抛售手里的黑货。大概有多少？折算下来，大概50亿。好，苏家套现这么多钱，整个西南协会加在一起都不够，这算好事？苏家卖东西，对我们确实算好事啊。咱有秦会长坐镇，随便捡几个漏，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我真是老了，竟然连这点都没想到。苏家变卖家产，正是我们借机壮大的机会。带我去看看。好。会长，这里就是乾隆阁了，苏家在川都最大的玉石市场。
看起来比你那儿气派多了。再气派能气派多久？一会儿咱把他这儿好的料子都挑走。老板，这块多少钱？秦风，你终于肯露面了。你是？前几天刚让我爹住进 ICU， 现在装不认识了。秦爷，这是马三爷的儿子马少聪。你爹的事情与我无关，你找错人了。放屁！苏二小姐亲口跟我说了，是你害我爹住的院，他老人家现在都还醒不来。我在川都各大古玩市场找了一圈，早征终于让我抓住你了。少爷，这是苏家的厂子，严禁动武的。好，不动武就不动武。不过，听说你靠着打败我爹成为西南古玩协会的会长，不知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？我没空在这陪你过家家。行啊，听说你还有个女朋友，既然你愿当这个缩头乌龟，我可就找她讨债去了。本来想放你一条生路的，既然如此，说吧，咱怎么玩？好，要玩就玩刺激点，一人挑块料子，谁先出的料子价值低，就跪下磕头认错，还要赔偿对方10倍。10倍？你有这么多钱吗？这宅子就在市中心，价值2个亿，够不够？也就是说，切块2000多万的料子，你就没钱赔了？别光说我，你能拿出多少钱？帮我去印资。好。他才当这个会长多久，有个屁的钱！哼，先生，您这张卡里还有10亿3千万。10个亿，这么多！这小伙子不简单啊，年纪轻轻有这么多钱，没听说人家是什么古玩会长吗？年轻有为啊！我的钱摆出来了，你的呢？去帮我把家里的房产证还有账户上的现金全部取出来。秦风，你这个会长该不会是买来的吧？黑线原石可是必死的料子，你这块能开出斗种就不错了。哦，是吗？满色的帝王绿，可是翡翠中的皇冠，若是取件完美，1个亿不成问题。苏家可够黑的，外边镶金边，里面填稻草。快开快开，老子等不及看他下跪的样子了。涨！怎么会这样？开出这么好的原石，就切出了个这都啥玩意儿？砖头料都比这强吧？看来这次你输定了。输？你的还没开出来，怎么确认我输了？一会儿你就知道。我的天，这竟然是满色帝王绿！秦风厉害啊！我听说他总共就开过3次料子，次次都出货。他那块公斤料品相这么差，怎么可能开出帝王绿？我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未开出这种料子，这怎么说不得值1个亿呀？10倍的赔偿，那就是10个亿喽。不只是10个亿，还要下跪磕头呢。磕就磕，老子玩得起。秦会长眼力超凡，我马少聪有眼不识泰山。把东西给他。唉，秦风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秦会长，你这眼力可真是绝了，转手就赚了10亿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刚才我看了苏家这厂子好货不少，不过赚钱的事情要低调些。一会儿你帮我找几个新面孔，我把清单给你列出来，只买不开，到时候给你分成。分成？有多少？就给你5%，5个亿吧。这么多？我还骗你不成？我这就去找人。苏小姐，那批黑货已经处理完毕，入账56亿8千万。做得不错。不过，之前你让我们紧盯的秦风，昨天闯入咱们的厂子了。秦风，他来苏家的地盘做什么？听说他当场开出一块价值上亿的帝王绿，还顺势赢下了马家10亿家财。区10个亿都要秦风亲自出面争抢，那群老东西真是目光短浅，竟推举他坐上会长之位。暂时不用理会他，先全力筹备拍卖会事宜。等这场拍卖会彻底落幕，便是他们的死期。是。秦大哥，我还是在外面等吧，就不进去了。这种地方，你以后或许会常来，何况有我陪你，怕什么？我听你的。这2个之前怎么从未见过？站住！干什么的？
这是 VIP 通道，普通客人走那边。我是来花钱的，凭什么走那边？就你，我没见过哪个有钱人穿你这样。天宝阁可是西南地区最高端的拍卖场，入场印资都要500万，你有吗？这哥们儿走错片场了吧？就这穷酸样，还敢走 VIP 通道？真当天宝阁的人是瞎子？小子，想在女人面前装逼，就换个地方。你要么当场验资，否则就别怪我赶人了。哎，这上流社会门槛都镶金，别跟我拖延时间，敢不敢验？验资我嫌麻烦，不过我有这个邀请函。小兄弟，天宝阁举办这么多拍卖会，我就没听说过有邀请制这么一说。想进场就得验资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一样。哼，你也听到了，我们这儿可从来没有过什么邀请函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动手？是。慢着。唐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把邀请函给我。唐总，这邀请函就不用看了吧？他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每年都有人拿着这些伪造的东西想混进天宝阁。放肆！这上面可是赵会长的私人印章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？这印章是真的。前几日赵会长亲自交代过，之前发出去2封特制的邀请函，是给西南协会新任会长的。您就是秦会长？倒是有这么个称呼。不好意思，都有代码，还请包涵。快跟我来。唐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给我闭嘴！马上去财务领工资，你被开除了。秦会长，听说你在自家厂子被拦了，这种事情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我初来乍到，没人认识正常。倒是苏二小姐背靠大树，今天如果输在我的手上，面子可就挂不住了。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，赶快开始吧。各位来宾，晚上好，欢迎大家参加天宝阁的拍卖会。首先展示本次拍卖会的第一件藏品——唐虎真迹春山伴侣图。唐虎的真迹，上来就来这种国宝级的藏品。3000万，我买了。我出3500万。好，恭喜这位先生成功拍下唐虎真迹，请展示下一件藏品。他还真忍得住，这么多件藏品，一次价都没出过，难道跟我一样，都在等压轴？本次拍卖会终于来到了压轴环节，先展示第一件藏品。这啥东西？参加这么多次拍卖会，可从未见过用这东西装藏品的。怎么跟去西餐厅吃饭似的？这位先生说的没错。本次压轴藏品之一，并非文玩字画，而是天山雪莲。竟然是天山雪莲！据说此物按特定配比，服下后不仅能改善肤质，还能青春永驻。参加了这么多场拍卖会，还从未见过如此宝物。因为是压轴藏品，不设起拍价，各位可自行出价。我出5000万。5000万就想买天山雪莲？我出1个亿。1亿5千万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到我想买的东西了。清雪这么多年，没少为了这道胎记吃苦。5个亿。这人谁啊？一口价叫这么高？此物虽然稀有，但也不值5个亿啊。我出10个亿。等了这么久，
你终于肯出价了，你不就是想治好这个贱人的脸，来跟我争一争吗？没门儿！秦大哥，你是给我买的？你没少因为脸上的胎记吃苦，我手里有个药方，只一味天山雪莲就能让你痊愈。15亿！别，这也太贵了。没事儿，只要对你有用的，我都拍下来。哼，能让人青春永驻的东西，哪个女人不想要？这天山雪莲，我要定了。20亿！苏小姐，咱这次参加拍卖会可不是为了这株雪莲。你懂什么？那贱人是秦风手里重要的筹码，为了他，多少钱他都愿意出。我明白了，二小姐高明。25亿，30亿，50亿，这怎么可能？真是个蠢货。这50亿应该是他和西南协会所有资产，如今浪费在天山清香上面，剩下那件压轴藏品就没人能跟我争了。50亿1次，50亿2次，50亿3次，成交。恭喜秦会长拍下天山雪莲。天山雪莲固然珍贵，可花50亿也太贵了。是啊，为了个女人，把整个西南协会的钱都花光了，也好意思当这个会长？花的我们的钱？应该不会吧？当初我们不是给秦会长专项资金了吗？哎，西南协会这么久的基业，恐怕就要毁在你们秦会长手里喽。秦会长，苏二小姐说的是真的吗？各位，我花的这钱全部是我自己的。你自己的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大家听我说，这钱是……这笔钱的来历，我自然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而且，给我这笔钱的人，你们还都认识。我们认识？谁啊？既然会长都这么说了，我们就等等。装神弄鬼，看你一会儿怎么圆下去。现在轮到最后一件藏品，该藏品价值不详，来历不详，至于买回去是亏是赚，全凭各位眼力。果然是那对玉佩。这东西好生古怪。物品：苏氏双鱼佩，残缺，状态：剧毒侵入 ，FSS 级煞气。此物乃苏家继承家主的信物，继承给苏清雪后遗失。因玉佩被人下了致命蛊毒，又有苏家血脉者，一旦接触，轻则浑身溃烂，重则一命呜呼。净化方法需献祭一名苏家后人，方可清除。苏家的信物，怪不得清雪被蛊毒留下了胎记，原来罪魁祸首就是这枚玉佩。苏家3番2次造访川都，恐怕就是为了这玉佩。清雪想回归苏家，这枚信物必不可少。我出20亿。这个苏玲珑还真是心机，不过想从我手里拿走没那么容易。25亿！我的天，这是疯了吗？这块玉佩的料子是不错，但也不至于这么多，顶多100-200万的玉佩，苏家怎么还和秦会长争起来了？之前为了那株雪莲就已经花了50亿了，你怎么还有钱？我要求验。好啊，帮我查一下。好嘞。还有50亿，这么多钱你是从哪儿来的？该不会是挪用了西南协会的公款吧？对，足足100多亿的现金，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？亏我们选你当会长，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全进你药单了。放肆！怎么跟会长说话的？这些钱都是会长捡漏捡来的。捡漏？捡多少漏才能捡100亿？这还得多亏了苏二小姐了。一会儿分散行动。你说什么？他是从苏家厂子捡漏的100亿？这还要多谢苏二小姐了。
若不是你着急抛售那批料子，也轮不到我占这个便宜。好，为了那个贱女人，你竟敢跟我争到这种地步！我出5/5亿。苏二小姐有胆气，我不争了。秦风，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，无非是扶植苏清雪重回苏家，图谋我的家产罢了。多年前我与苏家主母有幸见过一面，她这么一说，长得确实有些相似。怪不得秦会长一直带着清雪小姐，原来她才是苏家真正的继承人。秦大哥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没错，苏家现有的一切本该属于你。原来我还有家，可他们为什么要抛弃我？豪门争斗向来如此，哪有什么为什么？不过既然这枚玉佩到手，你的身份就不重要。这枚玉佩乃是历代家主的信物，只要有了它，苏家所有人都要听我命令。一旦我掌控了苏家，你和这个贱人便再也没有容身之地。你笑什么？苏家乃是古玩世家，堂堂二小姐，竟然连一块玉佩的底细都看不出。这是什么？不用怕，蛊毒而已。清雪脸上的胎记也是这么来的。不过凭你的体质，应该扛不了多久。不可能！你肯定是在骗我！你就是想骗我的玉佩！你若早点放手，或许还能逃过一劫。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呸！黑心肝的玩意儿！当初送核废料毒杀我们的时候，可曾想到有自己中毒的一天？这是你的东西，拿着。但是他……放心，蛊毒已经被他吸干净了。等我治好你的脸，就帮你重回苏家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啊！